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？来，姐姐帮你们玩。坐上去，来，坐上去。好玩吧？来啊！少宇帅哥，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，怎么样，还是我厉害吧？是，依恋最厉害了，每次我都赢不了你。少宇帅哥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都快想死你了。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也好想你们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。我们去找他们吧。来，走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，有事情要办，来不及见他们。是吗？少宇帅哥骗人。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。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，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玩的，住的也特别舒服。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不许骗人。不骗人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，直皮就是小狗。盖章。盖章不做小狗啊！我不在的日子啊，你要乖乖听话。我会听话的。还有，我今天来看你，不许告诉别人。为什么不能跟他说？我想给他们个惊喜。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你们3个，天乐、依然、你，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。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，不就没惊喜了吗？那好吧。你放心，我不告诉他们。真好。那少宇帅哥，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我想你了怎么办啊？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记住啊？记住了。就你聪明，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。告诉别人的话，我不再回来喽。那我不告诉别人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。那少宇帅哥，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。那你要记得想我，要给我通电话。好，想你，给你通电话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少宇帅哥再见。再见。依恋，让我抱抱你，来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妈咪，乖乖的。
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。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操心，就忙你的工作。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怕我忙，想不起来。你要喝汤吗？给你盛。我给你们跳支舞吧。老师刚教我的。妈，先喝碗汤。少宇啊，从来没见你下过厨房，没想到你做的菜还挺香的。我长这么大都没给你做过一顿饭，今天做了几个菜，也许味道一般，但这是我的心意。我希望妈开心。妈当然开心了，以后你还要多给我做几次啊！你做的可比外面任何山珍海味啊都好吃得多。只要你爱吃，以后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刚才我还订了很多新的虫草，就在后面的柜子里面给你放着，记得按时吃。还有公司上的事儿，以后让下边人去做就好了，让他们帮你分担一点，一个人干太累了。哟，少宇，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替妈想了这么多？没有，心疼你，心疼。从小到大，你为了培养我，花了多少精力，花了多少心思，我都知道。那之前因为依然的事儿呢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是我不懂事儿，你要原谅我吗？傻孩子，哪有当妈的跟自己孩子记仇的呀？妈不怪你，能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儿子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，但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事儿？其实从8年前开始呢，你就一直反对我跟依然在一起，甚至不惜逼走的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？在今天这种情况下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少宇，妈之所以反对你和依然在一起，因为当年他爸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。我跟他爸爸在商场上
有很多的明争暗斗，这些你们都不知道。后来，我联合了几家公司，用了很极端的手段，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。所以我一直担心，依然是故意接近你，是替他们家来复仇的。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儿。少宇，妈知道当你那么做，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但是生意场上本来就是你争我夺，不能有半点怜悯，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。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。